来这个早起，全台湾各地天气拢真稳定，也毋过到下晡，因为对流分系发展旺盛，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县甲苗栗拢来落雷公雨。气象局拄则嘛来针对着台中、彰化甲南投来发布着大雷雨即时的消息。后来乡亲啊，会当听到这个雨是到甲凄惨叫，这个雨是到有够大，嘛因为对流分系发展旺盛，所以有低延时的强降雨。气象局嘛针对北部、南投地区甲东北部、中南部等14个县市来发布着大雨的特报。这个山区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，请伫咧遮相关所在的乡亲都要注意雷击甲强阵风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